細力啲啊！你自己企喺度。點解會咁咧？點解踢完咪就又係一麻麻㗎？你集中落去嘅手，嗰三個有咩唔同？有咩辦法防守到好啲咯？又就親啫，繼續啦，好痛啊！麻痹雞係嘛？你自己控制落去啊！你應該控制落去啊！你係控制咗就唔好落順機啊！係要。求其入去啦，唔使能力㗎。結束，繼續啊！擺手啊！佢隨時聽過嚟啊！好嘅。OK 啊 ，OK 啊，繼續啊！點解咁講？繼續啊！佢衝埋去俾人打。你衝埋去啦，又唔聽啊！跟住啦。你喺度啦，咁你記你嚟嗌嘅。現在時間是呢度下午6時下啦，12分。之前哎呀！出腳啦，阿榮出！